中秋夜演出相见，太像那个小林幸子，哦，真的吗？对，我觉得他长相像那个。年猫还在变第一名，不知道。全力以赴了。全力以赴。哦，客气了。你看这个变到第一名以后呢，还会再论吗？他说要告别歌坛。三姑娘。老热大力腿，老热强下底。好，因为也咧说强吉天所以天意礼拜啦哈，最明白了哈，大家把握好机会。两礼拜加起来有15位的朋友，哈，爱投胎现实位哈，投胎5位，嘿哦，所以要比赛出来呢，非常的现实残酷，残酷哈，惨不忍睹。对，但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比赛就有比赛赛制啊，塞呀，啊，哎，所以这也是没办法了哈，我们就这个跟随这个比赛哈，对，加油，加油，好不好？好，加油，加油，全力以赴。好的，比赛之前的接受评审欣赏，来，叶大叔欣赏，起司飞欣赏，总飞欣赏，有小气欣赏。好嘞，欣赏介绍听呢哈，本他个轻松啊的哈，相同介绍欣赏。哎，进行奖金挑战赛啊！哎呦，好，也刚好，应该我们开播以来，我们由安奖金挑战赛以来，我们今天年纪最长的一位，对，破纪录了。哦，哎呀，年过半百了。不，这位亚介绍亚 V 啊哈，这个我个人是非常的推崇。真的啊，我也非常的欣赏，真的，不管他在歌艺上，还有这个音乐的这个贡献上，才华真的是非常的洋溢，对，而且他很广面，他很广面，他接触到的音乐可以新到很新，真的，那他表演的东西他又可以旧到老到很老，就是他的 range 非常的宽。懂奇怪，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人。对啊，对，他应该也是神级人物了哈。好了，今天东方一个终于又出片了，真的耶，期待很久了，对，个人很喜欢。我记得上一次那个 Superman 之后，那很多年了呢，停了很多年都没有，大概有10几年有了。没有啦，没按久啦。我怎么觉得很久了？对，他个当久。无通到佢創作新的歌曲，今日帶來新的歌曲，本他個彈下咧。已經有創歌喲。分享。徐澤偉老師帶來歌架。好，嚟彈下啦。中國過於氣力喎，行過天橋就看見一條路。來來去去嘅腳印，踏實一幅幅地圖。全部嘅路彎彎，想起當年離家嘅一家，熟悉嘅說把愛，就變成傷痕嘅。隔壁鄰舍，歌架講天南地北冇講過嘅話，歌架倆只能看相片一家門一家，歌架老頭擺嘅一家，講法歌架都係在去。過去嘅國下，中國過於氣利路，行過天橋就看見一條路，來
来来去去的脚印，透视的浮浮天途。春风的路弯弯，想起当年你家的一家，熟悉的说把爱，就变成伤痕的隔壁邻山。故家讲天南地北，莫讲故嘅花。故家俩只能看相片，一家问一家。故家老头摆嘅一家讲法，故家突然转去过去嘅木下，一路行过风雨，一生把的。人生的旅程，初衷故家，转无的路弯弯，想起当年你家的一家，来来去去的脚印，透视浮浮天途。哇哦！大家好，老师就是老师，真的是啊！你好，而且一首歌分了好几个层次，哎，真的好棒啊！谢谢。对啊，太厉害了！你这样一唱，你后面的人参赛者怎么敢出来唱啊？我只是讲你可能你是最影响人家分数是不是？冇啦。刚才聊歌嘎嘛，对，有讲到人生的离场啊，有没有？哇，你这一张专辑真的好棒啊！很特别呢，新的旅程哦。对，这是慧茹老师的啦。你跟慧茹老师合作的哦。哦，那你是在里面？哎，那个我转线都漂移。哎呦，拿错！是他，不是我。拿好哦，漂移，这不是你的。没有，一样的，都是往心里去的。哦，新的旅程。所以因为我们一漂移走来走去，就是要回到心里。所以刚刚一摔下来，你要叫老师往心里去。那这不是你的，那就这是刚好。这个是一个非常等一下再丢。不行，这是我们的心灵鸡汤，对不对？新的旅程，新的旅程，出唱片啊，慧茹老师，对。那哲伟老师的那个专辑呢？还在仓库是不是？谢谢，没有啦。很多漂移还是漂移？来的。飘多，漂移，其实这是一张很特别的合集啦。因为在台北的人不是你个人的专辑。我很想要个人的专辑，但是我的歌是最受欢迎。剪掉。这是合集里面你的歌，反而人家点阅率较高，都知道。真的很谢谢大家，哎呦，什么太加支持啊！我下亮数高 Q， 艺术迄家嘅 T 图，高架艺术迄同山歌台湾。同山歌台湾，末班点钱啊！你要重唱？没有，我把同山歌台湾的这种意象，把它再当成 reference， 当成参考，来用同山歌台湾置入在我歌底部。因为同山歌台湾老师嘛讲，你哋全部太加对客家歌的印象，对，还有那天空落水，就像讲爱用两种的歌的。这首歌其实也算是洗脑歌的一种啊，希望同山歌台湾廖叔歌可以副歌也可以变成好像洗脑歌一样，有让大家觉得客家歌没做的流行。像我们长官有去听我演唱会啊，真的，对，长官有去啊。这歌对，谢谢长官。你今天穿的怎么跟哲伟老师的宣传服是？你是？他其实有合唱吗？没有，他有 follow 你的，有，然后跟上流行。对，然后我很感动的，迄讲，结果的迄跟演唱会T百冲，没有想到其实在短时间，像小野老师他也在现场，对，因为我们这张合集很特别，是迄讲台北客家翻演题迄温罗亭、温州路、罗斯福路跟汀州路，跟有懂得独立的书店，譬如说
大陆书店，譬如唐山书店，给这位书店的头家全部都是客家。哎呦，其实小野也是客家人。哦，对，他是给客家人。你会讲吗？佢冇马会讲，不过佢自家本身的血统的客家人。还有公馆古时候讲，公馆给 V 手才这一次我们就做了很特别的田野调查，就是为每一位书店的老板客家的头家下给人生的故事。其实懂感人啊，很感动人。对，像国家了书歌曲啊，我係因為我有一擺去專業龍潭做發通，我創作過，我就想過，食材專業我以前待的地方，我就知道，房子也變了，路也變了，人也變老了，就是都不一樣了。嗰時候我下國家了書歌曲，我當神懵懂都唔係客家的朋友當喜歡了書歌曲，我真的很感動。聽說每次你在唱這首歌，甚至你在錄這首歌的時候，讓你反覆就是哽咽，然後哭了很多次，就想到阿婆，對不對？就是那個肉粽的事情。對，我就覺得要書歌曲，我也覺得有一首歌可以再觸動人家的心。哪一首？龍太家講，客家歌有冇強用嘅發揮？這個距離 Superman 有多久的時間？差不多算起來有6-7年。6-7年。其實真的也很久了。對，是啊。那大家以後又有歌可以唱了。對。又多了好多首歌哈。請用。可以好聽嗎？用什麼？你版權有開放？有開放。對，小康老師要唱也可以。對啊。他沒有要唱，他可以彈。嚇到他了。他都可以把你的單提跟等天光都可以這樣了。那個不用提了，現在有新的作品出來。他也快出片了，真的。對，好，那希望你這一張人心的飄多。不是啦，不是新的旅程啦，新的旅程是莊老師的，然後飄什麼？飄移。是這位老師的專輯哈，這首歌能夠受到很多朋友的關注，還有喜愛，然後點閱率非常高。謝謝，好，謝謝這位老師哈。十強決定賽比賽規則，參賽者嘅分數由上擺老一擺分數加起來，選出前10強。今年下一屆推演比賽係講評分，就由1擺分數嘅個代來做比較哦。來講一下你評分的規則。好，有請到阿公葉家修老師。基本哦是關鍵的一個日程啦，吼，也七毛簡單咯。我行到你下，過來呢，這個淘汰賽，吼，我淘汰15殺，我淘汰5殺，所以大家愛請注意吼，然後自家嘅實力攏是拿出來。最重要是講，我本人感覺講，你對呢首歌咁樣寫嘅歌，那個表現到出自家最好嘅程度咗。老朋友冇輕鬆，就自家嘅迷思加入好，謝謝，多謝。好，又要來找味道嘍，哈。聞一下，看自己哪裡的味道最好聞，好。好的 ，TV 有唱到嘿。番美文帶來愛吃眼風來。好糖哦，來糖啊來。愛吃眼風來，萬里關山一迢迢，今將何方去？滄海茫茫何處比酒？滿行雲頭有水，江山無限難見就是勇，但見行雲果然相似意，在人夢之前也空，含淚轉頭行一遍，日落寒沙，在塘畔呀中。有咩啊？那個自優生啊，吼。係啊，新會聰啊。一種歌啊，講真咧，都非常適合唔啦。係啊，慢慢地可以轉下感情嘅歌嘅。對對。之前他聽有 power 老師講，power，他有力，有 power，
唱的这力量比较抓不住，所以现在俩就想抓一点情感的东西，情感方面的可能较济的都。哦，唱一些内敛的歌啦，哈。哦，以前唱过就听出力，哦，就外在这样子，哦，但是缺乏了一种感动人的层次。啊，来，唐先生来讲评咧。嗨，阿公。被强到，我还年轻，没有啦。哎，实在讲吼，你进入唱歌是自由身哦，啊，要是各位我的感觉啦，对于我来讲，你做的喊他唱到喊他吃人，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你在定 key 的时候，你就把它稍微定高了。我感觉你是对这个果然亲有知心，可是你的低音是没有开发的。所以，那如果唱到天每个在堂頒獎總嘅，嘿，加你就有的唱踢歌你說那個感覺，對那共鳴區你抓不到。在堂頒獎總，本來我是感覺講頒獎總嘅位，我可以聽到費玉清的聲音，可是就突然間轉不過去了。長一歲就是那個共鳴位置沒有到那裡，你是想要整首歌你想要唱暗嘅咪西嘛吼，不過長一歲咧，我的意見是講，我希望你以後唱國歌盡量選擇自己最低共鳴的位置，放鬆來唱，因為你還有很寬的一個低音位置可以去發揮，然後高音就有更寬的 range 可以表達得更漂亮、更美的聲音。没讲你唱不好啦，但是我觉得你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好不好？好，谢谢。好，韩子生，老师对你期望很高啊。真的哦。好，来看一下大家分数哦。3名问的分数。92分。问题了，那分数嘿。老双的其中讲92。哦，92。哦，那就保持啊，保持好啊。对，184分，厉害啦。OK 了，应该没问题啊，过关10强以内。加油！加油！谢谢。好嘞，回座休息，安子生。好嘞，杀下来。来文组带来颜柳清风。哎，双礼拜没有你唱了哈。不是也好梦，天茫公主红虫，不管有幾多煩惱，不是對人講，眼淚也給過我，如何了流水哦，心肚裡只盼夢見的聲音呢，有重陽跳舞。從綿綿嘅拋鬆塔頂，一剛一個出了韓國，一座一座萬馬山頭，心思情比空。落雁流，吹強風，強強吹過春夏與秋冬，長春夢，漫銀夢，為了家庭，一生有一道。那个好，海军姐好，嗨。啊，上礼拜一条歌的那个果汁上，志成啊，自己唱那条歌，他分数唱得很高哦。对呀，对呀。他上个礼拜好像拿到95分了。懂高分。哦，还好你不是跟他比哦，不然压力更大。因为他搞不好他唱这首歌也是95分啊。哎呦，对不对？有可能谁不会唱某 Q 用哎，那共鸣点不一样。他刚刚也是唱得很好啊。稳，我觉得他唱歌就轻稳听。哦，而且这个对自己也是下了很大的期许。要说各位就想讲唱给阿婆糖啦，天上的阿婆。对，因为他自从上次比完赛之后，然后之后就生病了。对，所以就一直还没有机会，对啊，来唱给他听。他就是希望说。
也哈后生嘅有冇？不管是加速器啊，也係到那邊做頭路啊，有陣時就轉去看老人家啦。对，因为他会想我们。对，就觉得大同天巴摸黑尾哈，系啊系啊。这演艺圈我就知道哦，一个孝子，蹦恰恰，哦，有没有？他就是他每天大概傍晚固定大概5点左右，哦，还是几点，他就会打电话跟他妈妈，就寒暄一下，问候一下这样子，聊一下妈你在干嘛，什么什么之类的，聊一下，对，就打到他妈妈走。对啊，他非常孝顺，然后所以你看长得这样，红到现在，你看。不是你前面说人家，这样我是，你这样子就在伤害人家哎。是啊。真是的。那边形成了公平。被需要孝顺的嘞。OK， 我目前需要被孝顺。是慧老师。好 ，OK， 文总，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着哈，因为文玉这首歌也受到很大众的欢迎。感情的部分亚叔狗，我觉得你掌握得很好，好，这是一点。另外呢，就会讲，喺中国的技巧来讲，你进步真的很多。好，用这首歌来看，你真的进步很多。在第3个地方是我反而又想到另外一点，在音色的控制上面，会因为你的情绪反应，你会不稳定，这个要小心，这个要很小心，因为要说过的可能你唱过千百遍了，所以你紧闭低压舞台上，你可以掌握70%的功力，你只要掌握得到70%到80%。通常你都可以发挥，因为你的音色很漂亮，你要上你懂讲。可是你就怕你歌曲没有到你熟悉的程度，所以你接下来的比赛你要特别注意。听的是线果的问题，听的是你的情绪掌控一定要是在你自己歌曲非常熟悉到我刚刚讲的千百遍的状态，你才可以有可能把你的情绪走到以后。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好，所以其他部分大概是这样的。好，谢谢老师。好，谢谢。好，来看一下2个分数。好 ，Lemon 这个分数。中秋夜演出相见，好有味道哦。对啊，连那个动作有没有神韵啊，那个唱法都太像那个小林幸子。哦，真的吗？是哦。对，我觉得他长相像那个呢。邱曼颖。你们家有几个小孩？家我应该是3个，但还有一个妹妹是巧克力贵宾。啊？什么意思？贵宾狗，宠物嘛，对对，就算是你们家的成员呢。对。Lemon 这个分数。哇哦！3亿之光靠你了，好吗？好文艺，好文艺，好文艺。你这个就跟那个江蕙一样，16老。16老，好文艺哦。好了，这谁？恭喜，好了，回座休息啊。有请下一位参赛朋友。有经验，带队秋实。来，谈完了。
中秋夜演出相见，夜下恋情至金挂在心，翻进来擦身，离开心爱的你，故乡茶茶飘分离，已经你在哪里？哎呦，安尼客家给演歌歌后啊，哇，哎呀，媲好美有味道哦。对啊，连那个动作有没有神韵对啊那个唱法都太像那个谁？日本的一个叫小林幸子。哦，真的吗？嗯，是哦。对，我觉得她长相像那个呢，邱曼妮。周游阿姨啊。没有啦。等一下，他又要告我了。你到底要得罪几个人？我请教一下哦嘿，本身创歌的迄阵，后生就开始动好创呀，嘿，嘿哦，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对为什么没有机会以前你会想进演艺圈吗？歌唱圈吗？你那个没有年代想过哎。你那个年代冇想過啊？没有哎。嗰樣時應該新黨會唱嘅人啊，係嘛？是嗎？对啊，如果这个再栽培下去，我到50岁才发现会唱歌，可以来唱歌哎。哦，真的啊？对啊，一直忙啊。那你以前在忙什么？我以前做生意还是做生意？我以前做美发，然后结婚之后开始卖霸王。霸王？你这个也太奇怪，做美发啊，你继续你的美发啊，你在当那个名设计师哦。你是嫁给卖霸王的啦，是不是？对啦。哦，霸王耽搁了你的那个。对呀。霸王达人。然后就很忙啊，都忙到都忘记我会唱歌。整天都梦到霸王。对，还有2、3个小孩要顾啊，所以生意很好呀，跟杨子还不错。哦，因为到现在卖到现在几年了？68年到现在40年。在哪里？在桃园的南门市场。桃园的南门市场哦。哇，那你是卖那种新竹霸王？哦，新竹霸王不是那种那个小颗的那种。更难于等于新竹好啊。嘿，老公去新竹学的。学回来，现在就在南门市场卖了40年了。对。哇，听说很多。桃园那个新竹城隍庙很出名，就是在里面学的。哦。新竹霸王那种皮薄薄的小颗，有点红色，对，上面有印章啊。对，我们来这里就把它改良掉了，就没有了。把它改良，对，变成就没有。红的哦，就是白白，就一颗白白的哦 ，QQ 的那种。它是用那个什么红糟肉啊？对，我们是改成生肉。黑猪肉。生肉是吧？那个是熟肉嘛，我们用。以后就不用用。哦，那你这样改良，人家会说啊，你跟新竹不像。所以我不叫新竹霸王，叫桃园好吃霸王。哦，糖豆寮桃园好吃霸王，在南门市场哦。有空可以来捧场。听说那个美凤有约啊，还有那个什么时尚玩家都没有去报道过哦。哎呦，飞环又来了，有啦，飞环也有来，所以他今天直接上客家电视台来报道。希望那个霸王的生意越来越好哦。好，谢谢。来，那位先生来讲评。慧茹老师，请。纪元姐，我觉得你唱歌非常有味道哎。其实之前我听到，我很喜欢你那个非常独特的那种，算是演歌吗？你有一种你属于你自己的那个特色的转音，这个是我觉得很独特的，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今天呢，给你冲口给师姐，我觉得你天生就是会这样子，你不会去想，对不对？对，所以你天生就会。但是给我要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能够去想，哎，这个声音是怎么样？比如说像这个声音，你在第一遍的孤雄那个地方非常的漂亮，可是，在第2遍歌的时候，一点点的小闪失。那因为那是你属于你自然的那种转音，那种演歌的那种口气，所以你没有想过。可是如果你去想的话，你就不会有闪失。
好，我觉得也许唱歌再多一点点去思考，我觉得应该会更好，对，会更好。再来呢，点名你唱过有一个缺点就是高音的地方哈，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的口型要开。对，你看，心爱给你那个心爱给你，你的扁扁的话，你的声音就会整个扁掉，然后会很勉强、很紧。心爱给你，把它整个口型做出来，会增加你声音的厚度跟那个上去的那个宽度，对，就会更好一些。再来呢，我觉得是那个闭口音的问题，有一些东西你闭口闭太早了，比如说，沉，对，我们会沉，你会沉。这样子的话，对，有一些尾音，你在做的时候不要太早就把它闭起来，要收尾，但是要字念完再收尾。沉行，不要爱个心，不知道你唱什么，沉不知道说什么，沉爱个心，这样才能够念完又收尾。如果这些再做得更好，我觉得你真的是太棒了，谢谢，谢谢，好。来看一看两个分数哈，有今年的分数。好，90分呢？哎呀，90分对你来讲，上个礼拜的92，退步了，那应该没有问题，好吧？上礼拜老，下礼拜加起来了。哎呀，加油，好，希望改天能够吃到你那桃园好吃肉丸。好，谢谢哈，回座休息啊，好，来撒哈来满人呢。蔡成耶，带来邓太太。好了。哎呦，从阿睇尹坤评审老师的那个意思，对呀。你不是当太太吗？对呀，你当太太你怎么？你刚有什么失误吗？有吗？不知道啊，那个应该没有啦，没啦，天哪！你们家有几个小孩？家我应该是3个，但还有一个妹妹是巧克力贵宾。什么意思？贵宾狗，宠物嘛，对，就算是你们家的成员呐。对，OK。这算4个小朋友。是。你是老大。啊，2个弟弟。2个弟弟。
啊，来一个妹妹。巧克力。小妹妹。是吗？巧克力吗？对，巧克力。巧克力。OK。养多久了？现在已经要8岁了。哇，那老狗。听说那个胆比他还大。对。他都直接往前冲了。那这弟弟平常会管你吗？弟弟，他们比较像哥哥，就是如果还没有回家，问说你在哪里，然后你跟谁出去，那就关心，全家都担心他，对啊，其实这样很好，这种换另外一个角度是被呵护的，但是的确人有时候就是需要某一些的勇气跟冲动，才能够做一件大事。对，是这样子吗？呱呱老师，来，那个宣烨哈，是宣烨嘛哈？是，老师。我刚考虑了好久哈，其实你那个嗓啊哈很有特色，有带娃娃音，你唱歌技巧没懂好，其实你要嗓音真的很有个人特色，你跟那个徐千顺哈，你可以尝试哈，选1-2首童谣啊，改成流行歌。童谣。把它改成你的唱法，某用来流行歌的时间哈，你会赋予它不一样的一个生命。但这个淡太太在国外哈，从头到尾哈，我听起来就讲你有准备，但是你那个中心思想在唱的部分哦，好像没什么主题。就你从懂平的时间哈，你这一直在想说淡太太淡太太，但是好多个发音，事实上是没有到 pitch 没有到位的。那还有一点就在国外哈。因为你的表情很丰富，是做的嘛哈，你的嗓也很丰富嘛哈，但你从头到尾手放这边，然后就这样子很奇怪，把整个那个律动都压掉了，很拘谨，很拘谨，对，因为你的嗓就变成说你那 pitch 比如都在按高哈，你每到高音的时候就被你压下来，什么耳机底部糖艺人那个 pitch 就整体好像只有到95%，然后我拨下耳机听还好像有准，耳机一戴上去又不准了。所以那嘛个就是你把那声音给压住了，所以那刚过我听到你的声音有发挥5-6成而已，是不是太紧张？还是你要诠释掉国 Q 的部分，可能你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少了那舞台动作哈，那声线的律动哈都没起来。第2个 pitch 不准，第3个有好几个发音那个咬字哈就一般听，一般那个老师我们耳机一听到那个字都被切掉，就变得懂乖。所以我觉得你很可惜，这不是你的实力，如果分数上面有一点落差的话，可能你要警惕一下哈。我觉得你非常有特色，加油哈！谢谢。是这样，好，老师也是求好心切啊。来看一下哪个分数？蔡显烨分数。可能他的胆还不够大，没有办法征服老师。对啊，你胆割掉了吗？没有吗？还没长大，对，还在长，还在长大，多吃一点哈，多吃一点让他长大哦。加油，好，谢谢，回座休息，谢谢。好嘞，撒下来。刘凤米带来阿美个松树。来，躺下啦。
呀，我明进以后，主持人好，好。这条歌有接葱冇？无当接葱，无当接葱嘿。俺哥时从有谈到年葱呢。嘿啦，哈，一条歌啊，当讲真诶，啲人咧节目比赛来讲，当多参赛朋友会选一条歌曲。嘿，青河塘。青河塘哦。好葱冇？吃到葱得啦，就样样紧张。哎呀，今日去紧张呢，上礼拜冇按紧张呢。上礼拜多份，上拜边。冇90分，89。哇，89。会不会是上次的分数影响到你这次的情绪？对啊，因为今天来特别紧张。因为制作单位会跟他们讲啊，讲哦，呀礼拜分数，或者上礼拜加起来，啊，基本上啊，上礼拜拢89分，哇呀，礼拜硬迄个是冇超过90分还可能，因为有，当太太，我按理想啦，样样紧张的是。这个紧张啦，哈。错。对啊，这个大概罗老师讲的，我们这个参赛者就是要跟紧张和平共处嘛。对啊，错。对啊。不过他就松柏先生有盖讲哦，哪边缺点的部分，松柏敢讲尾音的部分哈，一个礼拜有进步呢。有啊。但是拍子好像没有进步。因为就是要做主尾音，所以就这样子。好了。应该是这样子啦。啊，不知道嘞。那老师，哪一位老师？阿公。不明啊，实在讲哦，你根本咧创线条是歌吼，讲起简单。实在讲无简单，因为汤哥爱用个歌曲吼，他唱歌是要他有弹性的哦。对。比如说位置，他有那个啊，你冇按纯球个，就没有那个你心里就冇按个准备啦。我感觉是讲，唔单单迄紧张，还是感觉讲你根本来家，好像前面的人因为表现得很好，给你的压力就越来越重哦。就出来就已经没有信心了，冇要紧啦，还有机会，好不好？好，我加油，过来啊，好不好？好，什么？好，对，意思哦，系啊，以后再过来啊，你啦，系啊，所以啊，分数唔是靠你啦，哈，我看吧，我靠你啊，有大分数冇？有啦，还你要看一下，来，刘凤鸣的分数，什么？基本的分数。对啊，你家个跌头十分严重啊，对，你这也低啦哈，所以啊怪唔得便宜，怪起价了哈。好，更紧张，好不好？那希望你下一次有机会再来了，好不好？加油！谢谢你哦，凤鸣姐，谢谢。来，好嘞，杀下来。前真雄，好，带队培养。你好哟。我看见一个培养。大哥，我跟你报告一下，我2个小时没有喝水。为什么不敢喝？不敢喝啊？为什么？喝了就会想尿尿。你那膀胱有一点尿遁了，膀胱这种年纪都是这样的。田川一妹比对吧？有拿到马个好成绩吗？冇啦，有拿到一两篇懂冇？有收到超密分。爱落泪，天都已结局谱嘞，伊紧行紧行，爱紧天紧去，伊看见天空。我看见一个培养，希望爱了解你上悲的心情。
你海嘞，你也有七家嘅梦嘞，一半欢喜，一半笑，的爱俩嘅心情，欢喜你太累。你做得起个比嘞，希望你袂记得，全部嘅路。我看见伊嘅背影，渐行渐远，渐来渐逝。我看见伊嘅背影，渐比渐高，渐比渐远。我看见伊嘅背影，渐行渐远，渐来渐逝。我看见伊嘅背影，渐比渐高，渐比渐远。希望你袂记得，你一定会记得，记得了了，全部嘅路。哎，市长好，市长好，大哥好，大哥好。你这首歌把我唱的都哭了，真的，真的很感动人。因为其实我会流眼泪的原因是太多那种情感就是掺杂在里面。替天啊，贴胸，引黑哈嘎你，黑喉咙你，对，然后我真的是坐在那边一直看着他的那个咬字咬的哇，就很想要把每一个字咬得很好。我就觉得好可怜哦。现在应该比较好看一点的吧？太可怜了，真的。他有诚往旁边，还是他就是看你嘴巴这样声嘶力竭，有没有？好惨啊！他就觉得好惨，好可怜。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就觉得好心疼。不是啊，不是，大哥，我跟你报告一下，我两个小时没有喝水。为什么不敢喝？不敢喝啊？为什么？喝就会想尿尿。那膀胱有一点要尿遁哦，膀胱无力啊，这种年纪都是这样子。对啊，那加上那个歌词那种意境啊，都会就让人家想哭。第一句就矮肉嘞，我又会想到，我每次看到矮肉嘞，我就会想到我阿公叶嘉修先生。对，他是从年轻就老到现在，老到现在。真的，这首歌太有诚意了，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很棒，很棒。那老师不知道认为怎么样了？是今天罗国立老师没来，就没有人会讲他嘴型了。今天就有一点好 ，OK， 责任重大。OK， 市长你好。老师好，老师好。市长好。OK， 市长，其实我要这样讲了，因为亚叔国外，我们经常听到你会。就是你自己讲的，它好像就是你的口袋名单、歌单的关系，所以你非常熟这首歌的意境，或者是这首歌的感觉，你希望怎么表达？只是说，如果我们针对歌用客观一点想法的话，我觉得在这上头，你的用法没有错。不过，如果我要把它拆开的话，针对歌曲的情境我们先讲歌曲的情境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僵硬了，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拉锯，可是你没有，你一直往前，一直往前，一直要告诉我们，我就要是这个破一样的感觉，我要按的，我要按的，所以因为按的，所以变成我要得要通要强，按的破一样，我有没有跳辛苦的，跳困难，真的驼成这样子了，还硬要唱。会跳困难吗？这个是比较这个是我对这首歌意境本身希望你表达的方式啦。好，这是第一个。那如果转嫁到说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歌曲的技巧，
我觉得就像罗哥讲的，其实雅的嗓音真紧浓厚，我喜欢。好，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稳定度，然后喜欢你这种在舞台上面的表现的一个扎实感，但是你的尾音的处理太随性了，不够完整，然后经常唱到不见，又怪怪的，又虚掉了，要么就唱到自己走音了。听到你的脚步嘞。照理他有一个可是你的噔噔就跳了一下，又跳了一下。所以你要每一句都出现这种状况哦，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OK， 安之 C 收获还不少。接到对付，接到对少。对。来那个来看分数吗？分数啊，看一下，我看一下。真雄的分数。哇，没关系啊，好啊，及格就好了。哇，你上个礼拜几分？上个礼拜91，没关系啊，及格就不错了。不是及不及格，是危险呐。市长危险不是，最主要市长随时可能都会落选啊。对啊，上这首歌刚刚有辣拍啊。有辣拍，有辣拍哦。而且嘴巴很干啊，唱得不好。那把市长要保重喽，不好意思哦，好，谢谢，保重，好，希望能够再看到你哈。好来，杀来。杨玉坤带来《前锋之歌》。长官来了，长官今天说要用不同的这个发音的方式要来演唱这首歌。真的吗？他要用那个 opera 的方式。他有。他们就来听。不再为爱的离开来伤悲。不愿看你牵挂流珠泪，莫笑你人生有时无可无义，海角天边该用相随，爱已化作千佛，充满在了无边际的天地。吹过爱你此生的美好回忆，永永远远做伴祝福你，爱已化作千佛，充满在了无边际的天地。吹过爱你此生的美好回忆，永永远远温柔祝福你。吹过爱你此生的美好回忆，永永远远做伴祝福。长官，那个不要看长官这样子啊，长官头摆好过声乐的。哎呦，细时节，一些啊，国小国中。哦，那也是算是有基础喽。可是很久没有唱了，其实今天还是让他稍微调整一下，没那么美声，其实有点比较跨界。就是有点流行啊，对，流行，不是完全美声的。今天想要用美声的上法，今天好像还好。对，对啊，对。
但是那个力度的控制比较难控制。那个其实他控制那个尾音控制得很好。是那个气哦。其实亚树国唔系1号冲，看得出来。对，然后刚好今天等会又是慧茹老师讲评，其实我很怕哦。这首歌是日本曲吗？慧茹老师其实应该对这首歌非常熟悉，而且其实应该老师是专家。对，我在听到一半想，哎，这个翻成客语啊。对，哇，很好听。谢谢。对，然后长官，我觉得你今天的唱的这首歌真的唱得非常好哎，而且其实我其实这样常常在看参赛者比赛的时候，我不只是听，我其实会看你们的表情跟你们的肢体，然后我在看到你的表情的时候，我觉得啊，你这么自在的享受在唱这首歌的里面，然后我还刻意去看了一下画面，你确实是之前的那个紧张度已经几乎都没有了，完全没有。我觉得你非常的棒的是，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然后你很舒服的在唱这个歌，然后你的声音线条出来也给我们这么舒服的感觉。你看，我们不说他是用演歌的方式来处理的话，那是另外一种风格。如果就声乐来讲的话，应该是啦啦啦啦啦这样子，可是你没有。你让我们感觉是啦啦啦啦啦，换成女生的话，对，所以你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表现他整首歌的所有的这个最高音的这个部分，然后我听到最后一遍，我在想说，再看一下你的层次怎么做。我发现你真的从头到尾，你的层次的铺陈真的是非常的好。我突然间听完了之后，我想说，我要跟长官说什么？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棒的，可以给很多的选手的建议，就是，今天长官这首歌你唱到最后面的时候，好像你的演唱会要做结束，哇，有那种感觉。对，你完全不急不徐，稳稳的，然后唱完最后一句，完全就是你在表演。今天总之我觉得是我很喜欢的，对。西蒙，好，谢谢。呱呱老师。呱呱。你问，我发现你个声音的特质哈，有就是刚开始一听前几句有乖乖啦，就讲那个丹田里面带气，而且你这个丹田气空了5成而已，就空一半呢。那照理讲，你一个嗓音，你只要再出用力一点，你跟美声唱法就最唱出来。结果没有，就唱，然后尤其在后面副歌那部分，我怕你会 hold 不住，因为它的气某拉嘛。结果既然必须没有跑音，这表示你基本基本唱功很强，很强，而且你是在调那个丹田气跟胸腔压气那个空间呐 ，up down 哈，你是控得很稳，尤其最后一句的时候。一般那个国术一冲国位哈，就最后一句大概就，什么守护你，有没有团体啦？哇，你那语音没有断呢，耳机里面没有断。永永远远走吧，束缚你。所以我觉得，你那个实力真的是不错，而且你要出国位，我听起来就是说，你有很刻意去突破。就某一种声乐唱法，而且你假如说某声乐唱法用某丹田，你用气音带法都流行歌的时候，因为跳就是比较太流行了嘛哈。哇，你这一次这首歌，我觉得我是第一次听到了哈，因为其他版本我是有听过，那我觉得你做了一个突破。那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在烟囱哈，烟囱如果说不戴耳机的话，它有效果替代偏的时间哈，你丹田气还是要再多1-2层。OK。因为我们旁边听的人，不戴耳机的时候，你的音量会被那个，对，因为像乐队有压过去的感觉，我知道，所以我赶快听耳机，事实上是很清新的，是，不错，加油，继续加油哈，什么，好 ，OK， 来看一下长官的分数，来，杨玉坤的分数，哇，95分呢，你可以用声乐的方式来表达一下你的心情吗？我现在没办法。我拿到95分啦，太高分了，真的让我非常的开心，不可思议。恭喜你，鼓掌，谢谢长官，谢谢，请回座休息。
经过2礼拜激烈嘅比赛以后，刘行祖总共有3位选手排名第10，分别是赖田生、蔡贤业、老潘秀明。经过评审先生开会讨论以后，决定分蔡贤业改版嘅机会，希望佢喺未來比賽要好好加油哦。係十強嘅安尼決天賽啦，嗬。來了。所以上最禮拜，剩一禮拜加起來剩5個參賽朋友，我有5位朋友我本人次價淘汰。我本人淘汰哈，所以大家補充下嚟哈。加油哦！上禮拜有幾位朋友可能分數也較大啦，哈。一禮拜希望也係分數較高啲，就唔會本人淘汰，好吧？好。好，那比賽之前的介紹評審先生嚟。蒼榮慶先生、李秋霞先生、查傑嘅先生、羅英先生，一禮拜有請到參考中。好嚟。也今本嘅比賽嗬，然後上禮拜我又加起來。嗰位呢剩3人，嗬，有2組嘅人嘛，我淘汰咗50。故所以。大家按樣嘅留意3個窗口，係呢基本嘅方式都等於講，一個牛屎愛爭，拌料愛猜，強運愛做到來。當然也最主要嘅詩情同生情，牛屎嘅感情，然生人嘅感情，中央愛要表達到來。最重要一點係冇江山啦，一江山啊以後班也錯唔錯咧，詩也錯唔錯嘅嗬，嘅對我哋嚟講，千強鬆平分啦。加油就快睇咧，大家加油嚇！二堂到啦嚇，2堂到嚇，好加油加油，好唔好？好嚟，有請 TV 參賽朋友。黃顯發帶來羅山歌。行啦。摘茶，愛摘嘅暖茶心難，嘅兩皮咧。摘來朝雕上見啊！阿哥，妹妹呀，摘來愛做麥嘅啦，嘅摘來咧。半個啊，發翻劍呐！係啊，顯白哥，兩位主持人好。顯白哥來也唱歌嘅嗬，冇乜嘅太字眼啦，嗬，叫做荔枝啊。荔枝，我哪聽南鹽荔枝最相關嚇，荔枝啊，佢講係迄個戰鬥6強嘅時間，叫太太啊，
嘿，做得来团去加油，现场加油。哦，啊，上到太太拢无来过哈。冇。啊，跳魔喊呐，他们做保姆的保姆世家。对呀，所以伊讲你只讲嘿，几个变到6强，希望给太太做得来现场的加油啊！做下你呢，冇乜嘅愿望来加油，我带伊特别了。係啊，冇乜嘅其他願望啊。冇上就做了。哦，而且很容易满足哎。幸福。哦。人生啊，平凡就是对啊，简单就是幸福，对不对？要求的不多。对呀，哎。过去就做得。啊，先通过6强。对，好，来创论用版唐先生来讲啊，来。参考中。王先生今日创业嘅乐山歌吼，基本上来讲，还是选择以平顺啦吼。上也1号堂，吼，不如果有几只部分来，然后提倡一下，下一班有一天还会有机会多转来的时间，一天要去注意一下。第摘茶，因为我从摘茶，摘茶哈，哦，一个天意摘，愛摘嘅摘，嘅摘。穷样去摘嘛，但是人家两只摘，天意嘅摘，像嘢有些咧冇乜嘅清吃新鲜嘅摘使用嘅，你唔相信去看人家糖啊，都是播出的哈。啊，不如講天記嘅暖茶心嘅摘心思哦，看來真好。摘茶。到天意機哦，要解隻雞涼皮吼，一閃摘好，我丟上件，一個件啊吼，捲來就唔拉了，冇乜拉長哦。當然對於樂山歌來講吼，人家西安山歌，佢做得豉油創多，仲可以講唔係講一天都油一半吼，按4個半，但是那你創下來嘅時間。人家就會感覺到唔應該嘅上韻腳嗬，一要解釋嚟會較拄好，喺某一半感覺到佢唔拉長，哦，下一擺會更加較好，加油！好，什麼地方？什麼？你講去了嘅講西安？我本身講去了。哦，講去了。我們西安嘛，我曉得啦。西安之後咪，就好啊。難怪我家常奇怪樣，因為一條摘茶係新味咧。哦，對啊，因為奇怪因為摘茶奇怪。因為西安有摘茶。哦。一個2聲，一個4聲。哦。我搞不懂啊，我變3聲。哦。好，來看一下分數。王慶發分數。好。哎呦，很做得咯，不差哦，恭喜，哎呀，願望快要達成了。炒穩來，6強冇問題啊。好，安子姐來這邊當炒，安子姐，好來撒下來滿意。獻媚帶來3個字。當然啦。
谢莫记谢莫记呀，对。下礼拜有够较轻松哦，啊，很黑我呀，很黑我哦，上礼拜低空飞过。但是伊身经百战呢，伊乜个太太细细比赛都要比高的，对嘛？落杯比赛。系啊，田川也没比对嘛？有拿到乜个好成绩冇？冇啦，冇啦，就去冲冲啊就好。挑战一下。冇拿到乜个优等奖，乜个有冇呀？冇。有拿到一粒片懂冇？有收到炒米粉，公认堂。有，安尼就好了。所以没有一位参赛朋友啊，那一位佢讲佢亲口去比赛，因为比赛时间有跟炒米粉啊，公认堂有食的。嘿哦，真嘅有啊。有哦。好，安好喏，我干嘛来报名？有报名就可以吃了。所以佢讲佢上礼拜拿到91分，我们该欢喜的，刚刚好的。91分很高了嘞。上礼拜拿到91分，动高的你嘛？有啊。系啊。也安尼淘汰赛吼，10强淘汰赛做迄屯上礼拜分数加起来嘛。系啊。屯下礼拜、上礼拜加起来，所以要看下礼拜分数用吧。下礼拜关键哦。哎呀，对，但是他刚刚好像有一点点的这个跑来跑去的，不知道，那么请高欣赏一下了哈。啊，有请秋夏欣赏。先莫知双方有讲嘅上人亲太含亲吼，唔过佢就方式变啊动太上。啊，下礼拜有进步，演员上又出来了。哦，什么先生？唔过真可惜，唔知个点啊，佢后背乱扑、抢扑啊，所以唱歌嘅东西就要注意哦，扑嘅切都要猜，哦，做唔得乱冇抢哦。你扑嘅係冇脏，又講你咬絲冇脏，咬絲多少係咪缺點？你扑嘅冇猜，又講你嘅一個咁啊啲扑唔記得歌詞，一切都會缺動到分咧，哦。本身基本上，有進步咯，人生啊，會幫人較高分。唔過真可惜，你都後尾時間嚇，忙得太趕嘅時間，你以為你是搶撲啊，跌到一搶，後尾你就亂睇嚟啦。所以真可惜嚇。所以基本可能分數方面，可能捱到社會先生會較嚴格啲喂。了解哈，喺有機會多進來，你就要注意咬絲啲撲嘅足背穩咯，哈，加油！好，先生，來看一下幾個分數咧。先摸一分數。年年望係都變第一名，你說？全力以赴啦。全力以赴。很客氣。你開始講變到第一名以後咧？還會再來嗎？將做傳承嘅工作。所以搞學生。他說告別歌壇。先摸一分數。什麼先生？阿曼大哦。梗係跌撲啦，係啊，你真係要注意到嘛？有啦哈，就是怪唔得騙人哈，怪自家，怪自家，怪自家真係。好，安尼先做一邊當坐哈，按姿勢哈，按姿勢哈，什麼好，好嚟，殺下嚟。林賢松帶來平板。嚟等啊。
林泰国，创业两位主持人哈，创业这种上台跳舞就会神法的历练啊，跟这个神法啊，写歌词甜度地度啊。对呀，因为创业一有韵味诶，真的一吃眼吼，后堂，哎呀，平常时有用班练歌呀，啊，这是上班的时节啦，你还上班哦，忙退休啊？今年几工？70哦，70还忙退休，你没从65就退耶？你做65就退休啦，退休是讲年下，需要了只收益有啊，欠年啦，退休都好，年下比讲你退休了，加咁来做啊？别二度就业都这样有被需要。对，安尼懂我哈，身体没较健康，又从国语练国这样好哎，人生有目标。对呀，多好！我们也希望老的时候也退而不休这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对吗？因为你现在有开始在培养很多啊，盆栽啊，高尔夫球啊，高尔夫球健身啊，健身哦，希望我能够到70-80岁的时间哇，还很壮呢，那就那就厉害了，就像那个东北大叔刘德顺一样，他现在已经快80岁了，每天还在练腹肌。你就想成为那样？希望啊，就是有一个目标嘛。不知道谢启国老师对健身有没有兴趣？看他这个样子，他踢毽子比较好了。来，下一个欣赏。好来，林泰国哈，唐都赢平本身是当橡树，当有一样传统的面头哈，甲看一下，拄到一果子也很爱食啦，但是确实今年筹委员呢做了请假，熬事方面也熬了清脏，基本上布置还是挺好，但是有啲地方我都讲一下哟。好，样板呢，讲欣赏了矚目点的。佢啊，欣赏高矮，欣赏了高那矮，也头一张来跳二幕啊，欣赏了高那也就变你讲魔鬼天嘅做威胁事情，魔鬼威胁唔到個彎。欣賞了高那矮，就一點我注意，你踢機到踢3二，有限了。跟就跳嘢，有限了是哪件？就唔可以講，都仲嘢去歡喜，也就不然做到一些咧。但是啦，你假是講真正民謠還有繼續在比賽法，也大家就要注意到，因為做了清涼，是要熬清章，自家在歡喜嘅地方一定要多注意，就做得，再加油加油！什麼？謝謝。好，來看一下哪個本書啊？林天順嘅本書。本書衣服，健身衣服冇問題。那個這樣他的新米西哦，你衝在哪裡？不得了，冇問題啊！加油加油哈！跟住先，好，在邊當草，謝謝。好了，殺下來。一陣帶的落山歌。好嚟，彈過來。大兵啊！
哎呀，我咪主持人吼，观众朋友大家好，班贤，罗哥好，班贤吼，海军妹妹好。之前的比过呀传统族嘛，对吗？啊，清河的成绩係踢到名。年度踢3名。年度踢3。哎。啊，規個天1名。規個天1，年度踢3。所以想要拼。所以你一擺咩有目標嘛，對嗎？希望樣板。做得塔上第1名。哦，所以贏願望係咧拼第1名就錯嘅。全力以赴啦。全力以赴。哦，客氣了。你開始講拼到第1名以後咧？還會再來嗎？將做傳承的工作啊。出去搞學生。他說要告別歌壇。你什麼時候踏進過？你什麼時候踏進來的？踏進來董年的呀。哦。告別歌壇。第1名，佢講告別歌壇。我做嘛呢？佢講伊突然改名啊。我突然改名了。唔係啦，其實我哋阿爸係全部我媽媽糖啦。哦。佢講特別形容就冇拿到第1名啦，因為我媽媽今年95歲。哦，係啦係啦。千萬別第1名。邦妹，希望佢一擺吼，真係做拿到第1名哦。佢從個木族，跟我當。係當前看都冇做夢夢。哇！咁我係咪拿第1名？仲做得。係當惋惜啦。對，安尼做表比啊。我愛妹安慰從表現到安好，因為我係唔前拿到第1名。好啦，我會加油。這每一個我會加油。好，加油！來，那邊先生講。好，義真記吼，今晡日唱嘅老山歌，其實我感覺啊，你唱嘅老山歌咧哈真進步，韓國唱起來呢，彈起來非常嘅輕鬆，按用出係一首清好嘅唱出來嘅曲調，吼，不管你係唱乜嘅比賽就係按用，做裁判吼彈起來輕鬆，喺嘅就係你唱心愛凊彩嘛，吼，唔會緊張，按用就係清好。唔過我講吼，你唱嘅老山歌，因為係自由唱，所以你嘅第1季韓國第3季愛入歌嘅時間唔好趕緊，吼，唱趕緊嘅，因為慢慢唱出來，吼，唱。講古樣嘅吼，韓國而家咧父母跨輪流做，全部係愛唱上去嘅。我感覺呢片吼，而係做得唱到較有彈性，按樣會較講。父母跨比如講吼，父母跨嘅個人，你就做得錯啊，唔是驚。吼，哎呀，嘅彈性係做得，我相信，倆老山歌會行下好，成夢。什麼先生？冇講佢了。啊，因為我想要練習我嘅事業，想看有進步冇，有進步冇，做得冇阿鳳歌。我講佢，我講乖乖。乖咧。謝謝。來看下個分數啦，來。義真嘅分數。哇！不得了呢！什麼先生？邦妹有希望咯。第1名咯，係啊。邦妹，恭喜哦。對啊，木主喺北京嚟，木咁花花你看唔到，嚇對嘛嗬？唐山好啦。唐山啊，唐山都啲嘅唔可以做，多嚟，我哋嘅唔可以唱嘅。哦，對啊，唔可以唱，好。好啦，加油！恭喜哦，恭喜！好了，嘿，回做休息，好。再好的，馬秀米帶來肉漸法。好嘞，彈過來。天用那連落來喲。唱小調咩好彈啊？當孫啊，當有咩事嘅？是合意嘅。對呀。有我講會講咯。對啊。係啊。加減啦。加減嘛。加減啊！加減啊！為什麼從小都要加減啊？加減。哦，加減哦。這
嘿，秀迷帅哥美女好。马上迷。马。这从啊小调咩好听啊？是吗？当孙啊，当有米丝诶。是哈比呢？对呀。你要我讲会强咯。对啊。哎呀。加甘啦。加甘嘛。加甘加甘。加甘嘛啦。哦，加甘嘛。为什么从小都要加甘嘛？加减。哦，加甘嘛，哦，加甘。哦，佢讲佢创呀三太跳已经创动多摆。哦。其实想讲啊，阮莫讲了诶，安尼风格诶，小调的歌也猛创啊咧。叫越创越 happy 啊，越练越 happy。哎呦。用小调的歌的歌词较多。哦，以为他会忘记。嘿呀。哦。金明义有没有忘记？冇。OK 啦。冇问题啦。对呀，唔敢讲真个，唐个动米头。要懂事汉啦。没有问题啦。谢谢。你之前有跟有诺贝尔比过？比谁？有啊。有啊。咩田传业嘛个要有成绩最好的。第3名啊。第3名。你好啦，按多年比谁呢？对啊。其他8年比谁呢？运气都好啊。运气都好，其他人都冇来，系咪？跟你也有清台目标嘛？比如讲吴义珍，其实上讲也变到第一名，对吧？安尼。唔敢想哦。喂，一关呢，听的歌，今明歌一关就好诶。下礼拜再歌一关。对，好，加油！来，谈一下那边欣赏的公平来。唱高中。关关难过关关过。哦哟。真的好。马上就今日创业路线法哈。基本上创来依顺啊哈，有顺。创诶各方面来讲，对也个做也个做也个谱吼，创起来还算真好听。因为迄讲开放，故说王创人讲佮冇要紧啊，迄人讲王啦哈。迄西安的人态度王、老三话王、无分，同样的法王师。但是其他都讲开放嘅人会讲到昂去。个前玉莲的前是吼，你发音用的发。浅。有时咧，天意见拍女人音拍膝头讲嘛吼。泡膝頭講。泡膝係。今日佢哋。落帶人創無音刨石頭講啊！一隻詩係3點水就拍詩啊！平破的破。係拍石頭講，佢冇乜要緊嗬。我講嘅嗬，其實係唔係嘢問題啦嗬，也唔會讓人扣分。一條路線法嘅跳嘅個音跳唔係上到安尼，喺上到安尼落去嗬，較早年也唔會安尼做，正月嚟來唔可以唱，唔唱。正月啦，伊做基金留嘅也個詩無問題嘅，你啊，正月哪裡來呀？一年來一暗地下咪作過安尼譜啦，一譜人愛就譜無咁樣。迄愛的路線法譜沒上到安尼，但是唔係講問題啦。但是還擺現東西的時間吼，做者伊考究一下。你喺這安尼創落去，天意叫咩種樣？小孩叫我創小孩呀，跟原來結果係絕對唔會安尼，唔會安尼問題發生啦。但是也普遍也安尼創哦，問題也路線法，喺愛的路線法唔係上到安尼。冇問題啦，吼，你創嘅冇問題，加油。什麼先生？很好，總歸一句沒問題。對，新一代的路線法。好啦。新漸漸。這是第二代。第二代。新簡化了，不是老簡化。我新簡化有新的簡化。啊，真的有新簡化，又係有新的簡化。冇咁樣啊？冇乜咁樣，又有新簡化哦。哎呦，下一次唱新簡化好不好？
好，一定啊！好啦，来看两个分数来。那秀明的分数。什么先生？赞哦！有得拼哦！哇，要分数好，系啊！有得拼哦！对对对，哎呀，这个分数应该咩六强的安尼高数啦，哦，好，加油，好吧？好，回头休息，安子先，好来，杀下来。用波肉带来肉成功。来，看看啦。见父母，一旦亲呐，用天。同感穷苦，望一轮呐，家佛了。哎呀，吕市长，两位主持人好。你好，你好啊！呀，礼拜比赛应该都看无很紧张啦哈。哎呀，用盘讲，还迄位紧张，还迄位哦。因为呀，礼拜比赛 PK 赛哈，10强 PK 赛嘛。对。哎，没有，10强的决定赛。10强。屯双礼拜 PK 赛分数改落啊。其双礼拜 PK 赛1多分。92。92分。迄样的啊。 92分哦。录音加上迄个。 94，係嘛？95分。95分啊！係啊。對啊。唔92分幾多萬年咧啊？所以佢講佢禮拜都較冇咁緊張啊。哦。因為會緊張啊。順利衝嘅話，佢同上禮拜分數加起來嘅話，應該冇乜問題。來就不咧。對啊，除非佢講佢跌破嘅嘛，佢都冇辦法啦。冇跌破，今年都冇狀況嗬。嗰次我唔記得嗬。冇。順咧。嘿。加油！唐下是那邊先生的講邊。加油，先生來，手下先生唱。對這個有信心係錯嘅啦。對這個冇信心，你就冇法度講肯定這個能力的那位。哦，首先你就要對這個有信心，你要認真哈。老山歌比較很難唱啊，講老實話，我哋泰山歌、吊歌上，我最高就咩人千多，你今日唱咯，你原圖千啦，講老實話，唔過你一直是將佢聽細心聲音去唱啊，那邊人說，好。 世間父母一等親了以後，你莫一等親，唱法，莫一等親，好。一等親呐，還有向天的天字節，鐵土人是出來的啦，當。 因為你兩隻字嘅音吼，你嘅
嘅力量力度冇咁強咯，所以你上天嘅時候，因為佢天嘅人嘛，一下你說比較白人出來嗬，姊妹，你哋姊妹啊，姊妹啊，係家陣雅思嗬，你係會需要嗬，得嚟愛強心，你嘅屬性就比較大好，你愛強心嘅時候，你嘅心屬性是比較不足，我哋氣不足，嗬。按說比較是大爽嘅話嗬，所以你下回係有機會在創了洛杉磯嘅時候，我希望你運用嗬，你力拖體勢係咬術方面，在那位度一運氣，อันนี้人要買運氣，下好唔過一等錢就俾你硬裝，比較是漢博冇適當嚇，咁咪講你外表起來，從佢天後上真有氣質，你少用錢嗬，希望你下回能夠帶個錢到你。你對不對嘅朋友來比賽？好，加油！什麼？再來請教一下謝錫國老師。好，咧梆玉子哈，其實我講過，創山歌本來就已經有一場嘅歷史嘅啦，也坦白講嘅嗬，就講而創山歌、一洛山歌，我創到行雲流水，唔好講一隻詩同意，喺程度上講，我一隻詩我同你拗上來，但是。變得唱得冇輕順，所以喺擺唱嘅時間唔是講，尤其家係嘅李老師也講，一等親啊，嘅單位你就知道講，一隻是一等親，還要親熱。也有樣，因為我上課嘅時間，就特別就老師總愛練機，所以我對個機吼，我就心裡一練吼，東江唱唔唱？就會變這樣，就改機，特別就不一樣啊，就改過不去。係要安樣情形，唔是講就越注意安樣情況，所以冇講。注意都越注意，但是唔就會記講，因為唱安樣情形，唔是講就要標上來唱，反而講越注意，雅思就會變得個音檔太窄。一隻詩都唱，嚇，盡量不要強上來唱。加下嘅也要講加好。一個萬事一天行，我要講你唱雙山人，我唔記得歌詞你嘛。我看我轉嘅一天行啊，多少要險鐵脱嚟，好睇也冇鐵脱啦。所以自家嗬，對自家要有信心，冇信心嘛，較好歌本唱就咁樣，下年我唱冇，所以對自家一定要有信心，加油加油啊！多謝院長。好，按照看下兩個分數哦，好嚟。楊邦玉嘅分數。冇問題啦，92分。好，啊，張多帶條嘅嘢嘅呢，表演嚟啊，呢節目比賽嚇。好，按住先，好，在邊當錯。好，好嚟，殺下來。用金瓶得了3個字。來，等我啦。杨太公你好，主持人好，你好。
也姐弟相争呐，哎呀，姐弟相争，堂姐嘛，系嘛？哎，我堂姐。哦，堂姐，堂姐，难怪明摆吼，这个创国的露台亲近整天堂，啊，弟弟的创国的吼，做阿生人吼，大家拢堂。我督导都做的啊，啊，创来合作嘛。也知啊，李思总，佢會講，那邊錯唔錯啊？我講嘛，前前我開始學是去先。比我先學多一年，阿基啊為他講緊了重學。哦，因為我知道啊。好，來那邊先生。殷老師。好，讓台講哈，首先我正經來講，其實我當中人應該上，因為應該上哈當好發揮，不管從那種曲調，哈，即係講我是之前我俾人家建議，就係講應該上任，讓應該動作，相信冇特別多。比如講吼，最明顯聽意見吼，演小金應該動作做到動躍，吼看起來本人感覺了佢從起來當輕鬆，不過應該動作冇突動，應該上任，應該上任了片彈起來行硬掉啊，吼，所以係唔係才動作讓應該上任，按樣辦來特別。我上了可能係你做得才之後係講技術唱歌，我上了係你最好嘅一隻進步嘅空間。好，就係按樣興呢個上任為彈起來喊下聲音，好，我建議係按樣興。再過來啊，好，呢個第三句先行後，好，先行後，咁佢按樣念嘅聲，我再全部係拔開來，所以你係從這兩呢個數轉來，係講你先行呢個哦。然後全部係在輕強容嘅，你按大個戲，我上嘅潤啊，吼，彈起來，可能會讓你嘅動作要喊下要達到，吼，就係怎會你按比起來，結果你唱嘅時可能老哋要冇埋強容，吼，我嘅看法係按樣去，另外吼就係最每日嘅提示件，吼嘅，你係頑固。頑固我上了兩隻時可能你係個去思考一下，用伴唱會喊下順暢，嚇，因為應該固你可能係下咗唱出來嘅速度嘅隻音，又係下暗調，因為一彈起來時冇強弱。頑固了我春，好啦，頑固，好了兩隻可能彈起來嘅感覺會冇強弱。頑固了長啊！好，所以其實你根本嘅技術個叫彈起來，也係強讓彈起來非常嘅輕鬆。是講樣板以為到多意見嘅些，多你就上吼就了有點辣聽，好就了解為啥我想可能。你這個老幾加強韓國這個入入到了心性吼，我想其實你該上任也當入特色韓國也當入冠軍上，祝福你成功。那你講，義真冇歡喜啊，我同你講。喲，這過一百年。唔係啦，比賽就係按樣高數啦，高數強容，才自己好看，大家就會下進步。一樣精彩。好了，來看一下你個分數，來。梁金琴的分數。哎呦，61分。姐弟空降這條我們拿了61分。我們超。哦，加油加油！先恭喜。好，謝謝，回頭休息。我哋好唱歌嘅朋友啊，咩希望你啊，大家夾到報名啊！報名專線0966676656，春春天花0227778231。還有天花過了嗬，大家要記起來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我哋呢，還要多謝辛苦嘅評審欣賞啊，安主席。什麼欣賞？什麼長水仔？謝謝，辛苦啦。什麼小標？謝謝老師們。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大家非常的辛苦啊！希望大家我們記得咯，下禮拜同一時間有時間呢，農業大擂台，農業衝下來，大家拜拜。